是。8点以前会去开另外一个会议，所以好势就台北会议我知，嘿，反正伊有传互我，呀，就给开了啦，呀，安尼点是连任指标现在已经7点半了，我们现在先来开班，大众请起立。开班开始，向吴基拉姆行3几公里，全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坤道1鞠躬，再鞠躬，3鞠躬。好，大家请坐下。点人师领任，各位组长、各位全贤，大家晚安。晚上呢，又到了我们爱祥的明德班。那今年呢，就是由咱季贤讲师咧主编的15条法规。咱知影讲这15条法规对咱修学的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呢，这国家就是有国家的法律，啊，你学校有学校的校规，咱立村有村的家规，但咱修行学道一定要有遵照这法规。就去做。自然顶咱要达到迄个目的地就无困难，但是咱就是讲那讲好讲足简单，要去做足困难。但是大家呢，在咱电人师时常讲的，咱日修的个人日修的当中，拢一定有不足，但是咱一定要将这分数调上悬安尼，咱有照应咧15条法规去做，那咱生活就有益。那么咱今麦就欢迎我们的季贤讲师来跟我们讲解15条法规，欢迎我们的季贤讲师。感谢领任慈悲，点传师领任，各位组长、各位前贤，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感谢呢。让后学有这个机会来学习哈。那后学首先呢，要先感谢老母降道之恩，然后感谢我们的师尊师母的大恩大德，还有一手大仙的，不对，不是啊，应该是要先感谢我们的和老前人的5大牺牲，我们一手大仙的护庇，还有我们的。前人、副前人，各位点传师对后学的栽培，还有呢，各位领任、各位组长、各位前贤大德，给后学这次的机会让后学今天可以来一起学习。那后学呢，今天选的题目要学习的题目呢，是我们的15条佛规。那我们都知道啊，佛规礼仪在修办道里面占了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就像我们看到。我们的火车在一定要走在铁轨上，这样子才会安全。那我们的飞机呢，海上的船呢，航行的船呢，也有一定固定的轨道，对不对？所以呢，飞机有它固定的航道，船也有它的航道，火车也有它的轨道，就不会走偏了、走歪了。那相对的呢，我们修道的人也要有一些规矩来规范，做一个简单的规范那我们的汉钟离大仙呢也有讲过了他说我们的佛规呢是上天定的他是用最简洁的方式告诉我们好，那后学先来分享一个小故事好了。那有一个富翁呢，他到一个乡镇上他去参观，他看到了一间3层楼的房间，他觉得很漂亮，很不错，就请房子的主人呢带他上去参观当他呢爬上3楼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景观非常的好，他就很开心，他也想要盖一栋3层楼的房子，所以呢他就找了当地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木匠，帮他盖房子。于是木匠就开始呢设计这个房子要怎么盖，然后呢设计好了之后，从挖地基开始，富翁就阻止他说，你怎么挖我的地呢？我说我要盖3楼就好为什么你要给我挖地基？
啊，木匠就告诉这个富翁说啊，我们盖房子一定要从地基先挖好，再一层楼一层楼的盖上去。地基挖好了，你房子盖起来才会稳。哦，地震来了啊，不怕风吹雨打，地震来了才不会倒。啊，富翁说，可是我只要第3层呢。啊，你不会啦，你这个你可能盖航班啦，我来找别人啊，找别人盖。结果呢，他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只会盖第3层楼的人。所以我们就知道，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知道哦，这富翁他不懂啊，他不懂得说，原来啊，盖房子一定要先从地基啊打好，再来一层楼一层楼一层楼的盖。好，所以说啊，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们求道以后，开始学道、行道，我们要学做圣贤，学做仙佛。我们不可能一天就成仙佛嘛，我们一定要从基础开始的做起。所以啊，这个佛规呢，就像什么汉钟离大仙说的，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15条佛规哦，它是非常好的天梯，我们一定要照着去做，照着去行成佛有余。希望呢，每一位有心参办的前贤们，我们都能够深明大义，了解这15条佛规的真实意啊。然后我们要永远的感恩感念天恩，永远的报答天恩。后学呢，之前在上个月我们应该说6月初我们上那个4年教育班的时候，刚好有一位前贤跟后学在分享一件事情，他就说。他当初啊，听到讲师们啊一上台的时候，都要先讲个感谢的话，感谢老母降道之恩，然后感谢那个我们的师尊师母的大恩大德。他刚开始听的时候，他觉得说好像有点，他觉得说有一点假啦，就说奇怪，为什么每次都要讲这个？可是他说啊，后来透过在佛堂的学习之后，越来越了解之后。他才感受到那种，就说如果你是真的有心，抱着心存感恩的那一颗心，你就会发现说，哇，我们的道真的很殊胜，因为他有感受到了，他觉得道真的很殊胜，所以他会觉得说，现在听到讲师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他不再觉得说，是很像很敷衍啊，说很像就是说觉得。为什么都一定要讲这一句话？他反而会觉得说，哇，听到真的很感动。因为如果没有上天老母降这一个道，那我们可以有道可修。他说啊，他没办法说真的在佛堂里面学到这么好的，就是说可以学原来我们也可以学做那个圣贤，学做仙佛，他才知道，哇，他就觉得说这一。让他觉得道是非常的殊胜，所以才会有这种感动。好，那所以后学也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立这15条佛规？就像刚才后学说的，那这一个我们的航行都要有轨道。那汉钟离大仙说，这个是非常好的天梯哦，就像我们今天要到2楼去，我们到爱祥佛堂3楼，我们也要走电梯走楼梯走上去，或者搭电梯上去，对不对？所以。我们这15条佛规呢，就等于像这个楼梯、这个电梯一样，可以带我们到仙佛在的地方所以这个15条佛规是非常的重要哦。那呢，佛规呢，它也是我们成佛的一个礼节，修道的一个准则，办道的一个条理，它就像塑造成仙成佛的模具。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做像以前古早的那个安菇粿，一定要有一个那个模具，对不对？我们只要把那面团先要包好之后，把那个叫做什么面团压在这个模具里面，扣一声出来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安菇粿。那如果说今天没有用模具呢，有没有办法做出这么漂亮的一个形状？可能没有办法哦。所以啊。这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要照着这个佛规去走，我们就要慢慢的把自己当成那一个面团一样，我们就要用那个模具规范自己。这15条佛规就像那个模具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乖乖的在模具上压平压好，扣出来就是一个很漂亮的那个安菇粿了那我们只要跟着这15条佛规走呢，
哦，我们也是成仙成佛，好，都没问题的哦。好，那第一个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那个15条佛规，第一条是尊敬先佛。尊敬先佛呢，就是尊其大愿，敬其悲心。因为先佛啊，他爱护我们众生，他发大慈大悲的大愿，所以我们要学习先佛的行仪，我们去效法先佛的精神。哦，所以我们要知道哦，这是第一阶段哦。但是呢，我们除了说我们要学习先佛的行仪之外，我们要赞叹德性哈，然后我们要去学先佛的慈悲，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效法，所以要从我们的行为上要去开始慢慢的去做一个改变。像啊，我们都知道在佛堂啊，有有神像有佛像，我们都会身心恭敬之心去礼拜去参拜。那我们对自己心中的这一尊自信佛，我们有尊敬吗？佛说啊，即心即佛，心即是佛。真正的佛在哪里呢？其实啊，佛就在我们的心中。只要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离自信，内不离自信，我们的外不被佛性，一切合乎天理，我们不违背良心，这就是尊敬先佛。好，尊敬我们自身的先佛。那济公老师就说啊，这个也是老师慈悲的哦。像后学刚才讲的，这都是我们老师告诉徒儿们的，说我们尊敬先佛不应该只有尊敬我们佛堂看得到的那个先佛，不应该只有膜拜这一个神像，还要尊敬我们自心的先佛哦。好，这才是真正的尊敬先佛。哦，我们就要学啊，像那个复圣颜回，他呢得一善呢，全福音。哦，他不外修，不外看，他一心一意的内观自信，专心专意的去改脾气，去毛病。老师啊，也常常告诉我们啊，说其实啊，修道很简单，只要做2件事，但是这2件事呢不简单，那就是要做什么？改脾气啊，然后去毛病。所以呢，我们如果真正的能够改脾气啊，去毛病，才能够修到我们去不迁怒、不恶过，像颜回圣人这样子，不迁怒、不恶过的这一个境界他的德性。所以啊，他在32岁的时候就成为了圣人，受到后代人的那个就是尊崇所以啊，这就是像颜回圣人这样子，他就是有真正的做到尊敬自家的先佛。那曾子呢？曾子圣人呢也说过啊：“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像后学呢，一直都把曾子圣人的这一段话记在心里。当后学有时候不小心，就是说，忘记了，我们在网络不顺，然后手机没电了，会声音会消失。喂，巨选没有声音哦，你的荧幕也没有电哦。网络问题。麦克风忘了开，不好意思，刚才全部都没有听到哦。喂，这样子，林任有听到了吗？有听到了。不好意思，那刚才后学自言自语的好久。刚刚有，
就是你的画面没有改，现在有改过来了。好，现在有了。好，谢谢。现在这样子有声音了哈。后学从这边，就是后学把真子圣人的这一段话呢，吾日三省吾身呢，常常放在后学的心上。当自己的脾气毛病起来的时候，不小心忘了用我们的自信当家，用佛性去处事的时候，后学就会每天后学都想今天后学好像做这件事情不小心就是对人讲话的时候不小心就用什么？用自己的惯性，用自己的秉性习惯的那个语言去跟人家讲话不小心太大声了说的不够柔软待人处事不够柔软的时候，后学就会忏悔，对自己在自己的心中忏悔。要想说，我们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在道中，我们在说我们是修道人了，那我们自己有没有把自己修道人的风范拿出来呢？你是真正的有在修的修道人吗？还是只是人家讲假财呢不是，就是要真的非常的谨慎自己所以后学觉得说，既然我们要那个尊敬先佛，尊敬我们看得到的先佛，我们已经成圣成仙的佛以外，我们要尊重我们自己的那个内在的自信佛那所以后学也用真子圣人这一段话跟那个各位前贤大家共勉。好，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二个尊前提后。济公老师也说呢，其实真正的尊前提后是要我们孝顺法贤，尊敬有道的人，向他们学习，甚至呢我们要低声下气的要去帮助众生，让每个跟我们有缘的人都可以得到应有的提击，帮助真实的超凡入圣，让他们可以真正的跳脱轮回，跳出轮回所以不只是只有在说我们在道中才要去尊敬我们的点传师尊敬我们的那个前人副前人点传师各位前贤，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要，那这个当然是在道场里面，这是一定要做的。我们对点传师，对我们自己的引导师，是不是真的有礼貌，有做到位呢？虽然我们道场我们没有规定说我们看到前人副前人要那个或者是点传师要站起来恭敬的鞠躬顶礼但是后学觉得说，那既然我们在道场中我们是修道人，我们要做到要尊前提后的话，我们是不是当我们看到点传师的时候我们在佛堂各单位的时候看到点传师的时候，是不是要恭敬的站好那跟点传师说个，像前人在过年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在跟大家分享，就说我们要做到一个问安、问三好的这一个礼节看到呢前人、夫前人、点传师呢甚至各位前贤的时候都要怎样？要站好要非常恭敬的要说点传师早安，点传师午安，点传师下午好或者晚安这三安要做到真正的做到这真正有礼节，那甚至把这一个问安的这一个风气带回家里早上看到爸爸妈妈呢要说爸爸早安，妈妈早安晚上那个下班回家了，看到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我回来了那晚上的时候爸爸妈妈晚安这个就是非常有礼貌的，才有就是真正的把那个道显现出来所以在那个佛堂里面，我们一定要真正的做到尊敬我们的点传师，然后呢有德性的前贤们，像老师也有慈悲说，其实我们还在佛堂里面学修讲办的我们自己为什么大家都会称为像后学的刚开始进道场的时候都觉得说，奇怪大家怎么都这么的谦虚，怎么连父前人前人在台上在分享的时候，在讲课的时候，为什么都一直在称呼自己后学久了才发现原来在道中这一个
谦卑，好，就是真的是非常一个好的一个算是说一个带头的一个风气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谦卑的风气哈，所以每一个人呢、我们都是还在学修讲办哦。老师就说，其实我们都所以要称为自己为后学，好，那个，所以呀、我们啊在道中呢，我们一定要去尊敬我们的点传师，提携后学哈。那提携后学呢？后学并不是说哈，虽然在道中我们知道有先求道，求道有先后，但是呢，如果这一位那个浅显呢，他虽然是比后学晚求道，但是呢，他的德性、他的智慧，都比后学高的话，我们也要怎样？要提携他，让他尽量有机会参与佛堂的盛事，然后一起参办。然后呢，让他更有机会在佛堂里面有机会，像如果说学做讲师啊，或者去访亲啊，一起去跟其他的道亲啊去做一些交流。他如果真正有德性，大家看到他也会很喜欢他。大家跟他聊天当中也会非常的赞叹他。他的言行一致，他能够服众，他可以作为众人标杆的，其实啊，都是我们的前贤哦。所以不是因为入道的先后、时间的早晚这个是老师在那个跟老师有特别讲到说，这一个大家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不要想说这个他比我晚那个求道，他就是虽然是我的后学没错，但是他的德性智慧很好。我们也是要怎样？要把他称呼他为前贤要提携他，我们要尊敬我们的前贤，然后提携后学。然后接下来第3点就是我们的斋庄中正。老师说了啊，我们的斋庄中正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心中要洁净无染，我们的念头要不偏不倚，七情六欲不再起伏。这个才是真正的斋庄中正确实这样听起来是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就像圣人圣人啊，仙佛就是这样子，就是心中无染然后洁净念头也不偏不倚。所以啊，我们要知道如果说我们的内心要庄重，要怎样做到我们的内心没有杂念，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都要怎样？要庄重。我们知道啊，斋啊就是指戒要规范自己。斋呢就是规范自己斋戒规范自己，我们要持戒戒杀，我们不要再去造这个因果了。我们要洁净我们的身心我们要言行其行，我们对自己的言行举止啊都要非常的怎样？都非常的谨慎无欲无邪，不偏不倚，不做背离的事情所以啊，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清口如漱？因为我们要入口要清，我们的出口也要清。我们入口清就是我们要清口如漱，出口清呢就是怎样？我们说的话，我们要去培养口德，我们要去说一些好话、正向的话，不要去说太多的是非，不要去说是非，不要去说一些不好的言语所以啊。那我们要做到这个斋，就是要做到入口清跟出口清。那庄是什么呢？庄呢，就是要让我们去守事物。那个事物是什么？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我们要去守这事物。当我们发现了这个在社会上一定会，我们都会有看到一些比较不合礼节的事情，那我们呢就不要去看尽量不要去看那些，然后也不要去听一些不好听应该是说有一些带一点黄色的笑话，这些我们不要去跟人家讨论这种事情不要去跟人家讨论这种事，也尽量不要去说那些话。那也不要去做这些非礼的事情那中呢，就是不偏不倚，它就是一个中心所以啊，我们要知道，
我们如果呢，我们可以先正己，恢复自己自信的光明，我们才可以去感化别人。当我们自己有用斋戒来规范自己，我们自己的言语呢合乎道，行为有规矩，好，然后这样子才可以去影响到别人，用这样才会真正的达到斋庄中正，才有这个威仪，才可以去摄受到他人，去影响他人。然后第4点呢，就是我们的循规蹈矩。循规蹈矩呢，就是指循着应该守的佛规去做。蹈矩呢，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数位而行。那循规蹈矩呢，来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心中佛堂的佛规呢？那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人之初，性本善。所以为什么要定这个佛规呢？我们刚才说，成仙、成佛、成圣，一定都要有这些规范，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规则可以去做。所以呢，人之初，性本善就是人人本自具有的良心本性。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要常常的去做一个反省，常常去问自己我们做人做事有凭良心去做吗？那我们在修道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都在看人家的外表在做事而已，只是看表面的嘛？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看到那个内在？我们的外在的这个佛规很重要，但是我们一定要遵守到什么？我们自己心中的佛规更要去留意我们就要像那个神秀大师讲的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我们要时常去擦拭我们心中的佛灯不让这个心中的佛灯沾染上的太多的尘染。不要去做一些违背天良的事，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循规蹈矩。然后第5条呢，就是我们的责任负起。责任呢，就是职责任务，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尽的本分跟事务。院长大人他跟我们慈悲他说，修道人呢最担心的是该做的事没有做，该办的道务没有办，将来回天有何面见老？我们如果没有把我们的责任做好我们之后回天的时候，我们怎么跟我们的老母交代？我们怎么见我们的老师？老师呢常常跟我们说，告诉我们这么多的。老师常常这么的慈悲的，在佛堂常常都到佛堂来，就是说让我们这些徒儿们他都一直的叮咛我们，让我们说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要好好的修办道。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老师说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先天的使命就是一定要去度尽96的原胎佛子，使其达本还原，回归无极理天。那我们后天的任务是什么？其实老天不言地不语。我们的任务，我们的白羊天使的一个使命呢，就是什么？代天宣化，替天行道。为什么我们要来求道？为什么老师常常谆谆的教诲，常常慈悲告诉我们这么多的？就说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白羊天使的责任老师要让我们这些，为什么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那个一贯道，我们的道场里面学习呢？因为我们都是老师的徒儿，所以我们后天的这个任务呢，就是要来传道、办道，然后我们要去做一些就是净化人心的事情。所以为什么道中常常要开班，让大家可以有这个机会到佛堂来学习。最终的一个目标呢，就是要净化人心，我们要促进大同，使人的人品性端正，
然后我们的家庭能够圆满，社会和谐，这就是我们白羊弟子的任务哦。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老师交代给我们的这一个任务哦，要好好的去做好，要不然我们之后啊，我们回天的时候没有那个颜面可以去见老母哦，见老师哦。再接下来呢，我们的第6，众圣亲凡。圣呢，就是指仙佛哈，圣贤。那凡呢，就是凡人。那圣呢，也代表啦代天办事。凡呢，就是只为自己所做的事情。那六祖坛经呢，也讲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还有呢，就是我们修道办道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放下一切的自我执着，恢复本来的清净的一个天心。所以不管呢，我们是在办佛事、办盛事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可以以道为主，就是以这个修道办道为主，以众生为重，这个就是众圣。如果是凡业呢，就是我们现在为了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要去工作，要去赚钱，这个是我们白羊弟子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先我们自己把家庭顾好，把自己的生活过好。那呢，我们也要把这个盛事办好，也要把修道跟办道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没有办法说，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把道融入在生活里呢？当然是可以的哦。所以如果说我们有把道融入生活中，这个也算是有重视到我们的圣业，不会说我今天工作的时候就只有工作。我遇到了一些没有听过一贯道，或者是还没有求道的朋友，你都不敢跟他说我在一贯道学习，我有在那个学修讲办。如果说这样不敢讲，这就我们在生活当中没有把道真正的放在我们的心中，没有真正的把道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当我们时时在跟人家聊天、跟朋友相处的当中，也可以把道呢展现在我们的身上，跟朋友呢谈话聊天当中，让他也感觉到说你真的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哦，看起来比较像修道人了哦。这样子朋友会不会愿意跟着我们来求道，到佛堂来？会有，一定会的所以呢，我们如果可以在生活中呢，也把这个道展现出来这也算是众圣心法哦。让大家可以看到，也愿意跟着我们来求道哦。然后再来呢，就是第7个天宫和蔼。向后学对于这一个易经没有什么研究，但是当后学在准备这个15条佛规的时候，发现哇，这一条这个谦恭和蔼的时候有发现到这一个易经的64卦里面，有63卦都是凶中带吉，吉中带凶，就唯独有这一卦没有这个就是叫那个谦虚的谦卦，只有吉没有凶只有福没有祸。为什么易经说谦亨君子有终，就是说我们若是以谦和的态度来做事，这个事情会做得非常的顺利，所以有亨通之象。所以原来如果一个人可以做到真正的谦恭和蔼，我们在处事当中，我们在对人事物当中一定都会非常的顺利所以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在佛堂里面我们不只是要对点传师对前贤、对讲师对前人是谦恭和蔼，我们修办道的人应该都要怎样？都要有广大的心胸，我们要虚怀若谷，要谦虚，要谦卑，要放下我们的自我，不要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要去恭敬所有的众生
谦卑自己，这样子没有那种人我的分别，没有是非的这种念头，这个在这个当下才可以显现真正的自我，然后也才能够真正的达到谦恭和蔼，不是只是我说话今天温柔一点，轻声一点，这就叫做谦恭和蔼，没有，要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这一个自信的展现，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谦恭和蔼哦。接下来呢就是第8悟气圣训。悟气圣训呢，就是圣贤呢，先佛他所说的话就是一个真理。圣训呢也是圣人所垂示的书训，也可以说是指记载一切圣理的文字，这就是圣训。每一篇的圣训或经书呢，都是先佛的心血跟词语，所以我们的圣训自然有先佛在护持它。所以各位前贤有没有觉得，我们在读圣训的时候，都会特别特别的感动？为什么？因为在圣训里面可以看到先佛的精神在里面，因为看到先佛的慈悲。尤其我们好多的道歌，每次在听这个道歌的时候，为什么都会特别的感动？我相信很多前贤在听道歌的时候都会流眼泪。为什么？因为这个都是先佛他的词语，然后先佛他对我们大家的一个期待，一个慈悲。所以我们有感受到先佛的那个真诚的心，那个为众生牺牲、为众生慈悲的那种心，所以会特别特别的让人感动。像后学记得我们上次启会班的时候，我们的冯典禅师有放了老师林坦的那个歌曲，然后师徒情。然后后学呢也在上网再去找了一下整段的一个，就是说整段的完整的一个老师那个降临的这个影片，后学就看得非常非常的感动。老师每次来到灵坛，都是为了徒儿，然后每次要离开都非常的舍不得。老师虽然说他都很想要，就说开心的来见徒儿，开心的回去，可是呢，老师他为什么会哭着回去？就是因为老师舍不得徒儿受苦，舍不得徒儿还没有成道，舍不得徒儿还在红尘当中滚红尘当中，真的还在打滚就对了。所以老师，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老师对众生、对徒儿们的爱，所以才会非常自然而然的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们要对圣训呢，要非常的尊敬。因为这都是先佛的心血，所以我们悟气圣训是什么？我们就是要去体会先佛的慈悲，明白书训的真意，我们要依着圣训去实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圣成佛。第9呢，就是莫着形象。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幻。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所以我们不要执着在外表的一个相，像以前后学都还没有参加过先佛班，后学在道中这几年因为刚好疫情期间，然后也没有这个先佛班，但是在网络上也有看了，然后也有听到很多前贤典传师们有讲过一些这些先佛灵坛的戒窍显化的这一些这个事迹就对了。但是呢，老师呢就常常告诉徒儿说，我们不要去执着先佛的戒窍显化，我们要应当以自己的体悟然后以那个先佛的开示的真理去自己要去体悟到这个真理。我们要更进步的当中呢，我们要更进一步当中，在任何的情境当中，我们都能够不动其心，
我们自信要用自信去做主，要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呢，我们要真正的去做到，这样子才可以怎样？真正的自信的显现，好，我们的佛性才能显现，而不是用我们的秉性、我们的习性去做事，啊，不是只在乎这个外相哦，哈，所以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莫着形象。那第10呢，就是手续必清。古书说啊，佛家一文钱，大肆须弥山，七心不时报，衣角带脚还。哦，其实啊，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非常重要。相信大家知道说哦，我们在这个佛堂里面，哦，我们佛堂所用的任何一个物品，都是大众我们道亲所行功了愿的财或者事物，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清楚楚。我们真的不可以马虎行事哦，我们的贪念也不要起来哦，不要为了说多吃这一个东西，把佛堂的东西带回家，这样也不行哦。因为很多人会想说，这个是假设是某个道亲他自己种的芒果，像现在是芒果季嘛，可能有个道亲拿了一大箱的芒果来佛堂，要请各位前贤大家吃。那这个当然很好，但是呢，我们不能去贪这一个念，有这个念说，这个芒果很好吃，我带1颗回家给我女儿吃，让我女儿也可以吃到。但是这个是他要拿来佛堂给大家吃的，各位道亲吃的，不应该带回家哦。这个我们要特别去小心哦。我们要特别去留意这个这个小动作哈。那如果说这个道亲呢，他今天拿了这一箱芒果来，他说，如果有喜欢要吃的人呢，自己拿，自己带回家吃，当然这就没问题哦。跟他今天说拿来佛堂，在佛堂请大家吃，那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诚惶诚恐哦，对这个手续，这个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清楚哦哈。所以老师也说我们千万不要动这个贪念。万一这个贪念一动我们的莲德就不守了哦，将来就有苦头吃。因为天律森严，秋毫必察，绝对不会有一丝毫的偏差，不会有半点的遗漏。所以手续必清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在佛堂的财跟物，我们要特别的谨慎接下来呢，就是出告反面。第11，出告反面。出呢，就是出去离开；告呢，就是告诉、禀告、禀报；反呢，就是回来返回；面呢，就是当面当面回复。我们要知道像我们的点传师现在每个月都会每个点传师都会轮流到国外去开花。那他们那个点传师们呢，要出门的时候，出门之前一定都会先回神元山去跟我们的前人去做一个禀告，告诉前人说什么时候要到什么地方去开花，什么时候要到什么地方办道。那回来的时候呢，也一定会回到神元山去跟前人告诉前人说回来了，那来禀报一下最近在泰国或者在什么地区呢去做的这一些事情。那我们呢，后学们呢，我们自己在那个我们在办道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常常的那个留意？今天如果说点传师呢有交代我们去做什么事情，我们是不是要照着点传师交代的事项呢？不管是路途的远近我们都要认真的去办。事情办完之后呢，一定要怎样？要回报我们的点传师，回报我们的领任或组长千万不可以含糊了事所以这个我们身为后学的，要出门办事，就是办盛事的时候，一定都要先请示我们的组长、领任跟点传师，要一一的
依序的往上通报哈，不可以啊自己哈自行做主，所以就是没有经过点传师的同意就去做一些不合道场礼节的这一些事情哦。我们要去，包括我们今天要渡人要求道，是不是也都会那个要先告诉组长，由组长去安排啊，组长会告诉领任，由领任再去做一个统整安排，好，看要安排什么办道人员、文理人员啊，大家到佛堂来一起来办这个道，所以啊，这个也是初告反面哦，要非常的清楚。那接下来呢，就是不乱系统。老师也说了，不乱系统呢，是指每一个修道人哦，都不可以偏离正道，一切要以我们的自信当家做主，千万不可以误入旁门左道。老师也说了，经线呢有2种，一种是算是先天的，一条呢就是属于后天的。先天的天命经线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具足的一个天心一个自信佛性。这个是可以以心印心于天相通的这个佛性呢。那后天的呢，就是人世的经线。这就是因为我们跟我们的引宝师、点传师，我们前贤，为什么我们今天大家会在爱祥佛堂学修讲办，而不是在仁勇或者在一心呢？那就是因为我们之间呢，跟引宝师、点传师跟我们爱祥的前贤之间呢，有数世的一个缘分，这个佛缘，在3期末节年这个大开普渡的时候，我们的因缘聚会，才可以在爱祥这个大家庭里面，大家彼此在相遇，在一起共修共办这一个善因缘。所以这是我们后天的人世的经线哦，非常的殊胜。那再来呢，老师也说我们的经线系统要怎样，要清楚。要知道，我们从师尊师母到我们的老前人，到前人，现在点传是一系列的经线，都不可以随便的去怎样去越级。我们请示也是一样，像后学如果有什么事，就先禀告，请组长去安排。那组长呢，要往上跟领任报告，领任呢再去跟点传师回报所以这个不乱系统也是非常的重要。还有老师也说了，现在外面很多假工厂、假祖师，他们会以各种的神通来显化，去诱惑我们的修道人，以假乱真，以邪乱正。他自称自己有天命，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哦。在外面听到他说他是哪一组的，他才是真正的领天命的一个什么点传师，或者是领天命的这个道场，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要认清我们自己，我们好好的在这边修就好。我们知道，我们就跟着我们的老前人，我们周前人，我们下副前人点传师，这样跟着我们的这个系统经线系统，我们好好的跟着学修讲办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到旁门左道去了不要被人家去鱼目混珠了然后不小心把自己也带离我们的正统的道场了，这个要特别小心哦。像后学之前就有听到，某些前贤会跟后学慈悲，就说外面其他道场的，如果在讲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们讲太多，他可能就是会担心到后学会受到影响不小心被人家拉走了，所以就说，我们要凭自己的智慧，然后要去怎样去分辨，不要随便被人家讲说，听到他们说好像感觉他们那组好好很好特别好，就跟着到处去看，到处去走，结果不小心就怎样，就被拉走了，被拉离偏道了这样很危险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只要好好的跟着我们的我们心意意合，我们这一组线，我们跟着好好的拉紧我们这一条经线就好了。那第13呢，就是爱惜公物。我们知道说，佛堂里面的东西都算是公物，都是公用的。
除了这些物品以外呢，其实老师也慈悲哦，说其实佛堂啊，代天宣化的点传师呢、讲师呢、办事人员，他们都算是我们佛堂的公务哦，我们要去爱护他们。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对我们的前人、副前人、点传师、讲师不礼貌呢？我们有爱护他，有对他们言语上的忤逆吗？如果说真的有，我们不小心对点传师讲话大声了一点，或者不小心呢跟点传师怎样意见相左的时候，不小心讲了太重的话的时候，有没有要那个跟点传师道歉呢？我们要知道哦，我们的点传师呢是代理的名师他是我们佛堂应该是要受到我们佛堂各位前贤大家的尊敬。我们要对点传师、对前人、副前人，还有我们的点传师要恭敬，要有礼貌这个才是叫做真正的爱惜公务。那后学呢，之前听过很多前贤在讲师母一片西瓜的故事，后学那时候听到的时候觉得说，哇，我们师母的德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尚，非常的崇高，竟然为了一片西瓜舍不得这一片西瓜5毛钱，他自己都舍不得吃。他说因为佛堂的钱都是什么？都是道亲门了院的钱不可以随便浪费。他舍不得吃那一片西瓜，就是为了不去花众生的钱。说我们师母我们的那个老师也说，我们师母呢，她的德性呢是非常值得我们尊重推崇的。我们要去学习她的隐身于三朝，然后隐名于我们的那个世间。那她隐她的功德呢于天地，她的这个胸怀是非常的广大的。所以呢，既然我们在这个办道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师母已经示范给我们看了，她对众生、对我们道亲所行功了愿的钱财这么的爱惜，那我们呢，是不是要学习我们师母的这一个高尚的品德？我们也要来去爱惜我们佛堂的任何一个公务，甚至尊敬我们的点传师、讲师，我们的办事人员，这个才能够达到真正的爱惜公务。后学跟各位前贤大家一起共勉，我们一起努力。然后再来就是第14，活泼应试。真正的佛规呢，就是道。道呢，它是活的，不是死的所以呢，会随着我们的因缘变化有所调整，它是生生不息的。所以我们修道人也要有一颗活泼玲珑的心。我们要知道事情我们要懂得变通，不可以一成不变。因为理是不变的，但是我们的方法是可以改变的老师说我们替天办道，替天行事，我们不是替某一个人在做事情，所以我们是办众生超生了死的大事，我们不是办人间的小事。所以呢，当事情来的时候一定要怎样？不可以去耽误。我们一定要怎样？用自己的一片的天心跟公心。所以就算当你在办事的时候，前贤不在，自己也要勇敢的去承担，也要能够去承担。他说如果我们有这种气度胸襟气度，这个不管是那个我们对上天，就不是对人了，上天自然会谅解这个是我们的老师的词语所以我们要学会老师说我们要学会，要懂得变通，要去活泼应试。事来呢则应，事去呢则进，要把握到真正的自信真我应对一切的因缘。
我们在当中要去学习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老师告诉我们，不要去执着某些事情。我们该变通的时候，我们就要懂得变通了。就像今天假设在办道的时候，要5人事，可是呢，偏偏人手不够，怎么办？我们要活泼应试啊！只有上下里跟两位那个第3、第4位的时候怎么办？那如果没有第5、第6位怎么办？有时候就要上下里也要下去一起，所以都不用，就是不用去执着于这个规矩，一定要怎么做？我们要去活泼应试，我们要去做一些调整跟变化，这个才叫做真正的活泼应试哈。那第15呢，谨言慎行哦。古人说啊，言者心之音，行者心之隐。就是说啊，我们的言语呢，可以表达出一个人的心声，那行为呢，可以去怎样反映出一个人的影子心影。所以呢，当我们内心有什么存在的时候，什么存心的时候啊，其实啊，人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人家说啊，相由心生。当今天这个人有坏的念头想起来的，在跟人家对话的时候，有一些坏的念头，不好的念头，然后你的表情啊，可能啊，或者会产生，就是会显现在你的面相里面。所以人家说相由心生。当你有好的念头，你是真正的慈悲，在为别人付出的时候，其实都看得到，看得出来说，哇，这个人是真正的付出，而不是应付的，不是做表面的。所以啊，我们在行事上要非常的小心哦，在谨言慎行这一方面哦，后学也一直在学习哦，因为后学的那个个性哦比较急躁，做事呢会比较容易紧张，是因为后学如果说接收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后学会很紧张，赶快想要把这件事做好。万一同时有2件事来的时候啊，后学会怎样？会更紧张，就想说这件事做到一半的时候，会一直在想，我下一件事是不是要赶快做？所以有时候在讲话会怎样？会比较急，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用我们自己的佛心去做事，而是用自己的事心、自己的秉性、自己的习性在做事。所以我们要做到谨言慎行，是必须要真正用我们自己自己的佛心本性去做事。所以啊，我们知道道后学做一个小小的那个结语了哈。我们啊知道，我们现在一言一行呢，就代表着我们现在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修道人。说我们在不管是在跟同修之间讲话，或者在生活上，我们在工作上，我们一定要把道行出来。我们说的话要让人家觉得说，你真的有像一个修道人，不会跟着我们随意去批评人家，甚至会做出一些逾矩的，就是没有那么合乎规矩的一些行为，这样人家才会真正的对我们就觉得说，哇，你真的有像一个修道人。所以老师说啊，道呢它是不可虚以理的，加上呢天不言地不语，道的尊贵要在我们人的身上才能够显现出来。所以我们修道人呢，一定要更加谨慎自己的言语。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去谨言慎行，有可能今天本来度了一个人，他要来跟着我们来求道了，但是呢，平常你在跟他相处当中，你没有办法把道显现出来，他可能觉得说，嘛是安尼尔，一贯道嘛是安尼尔，那我就唔免去学啊，我就不用去学啊，因为学的也是跟你差不多嘛，让他没有觉得说，有真正一个修道人的一个风范，有一个那个修道人的，让人家觉得你真的就是一个修道人。所以如果说我们可以做到这15条佛规，我们成仙成佛，必定有余。然后让我们呢，在这个
现在搭开普渡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为什么可以好好很多，我们会看到很多前贤，为什么他常常可以度到很多人？因为他每次说出来的话都是什么？他会说一些鼓励人的话，说一些赞美人的话，甚至他可以把道说得非常清楚，让人家知道来求道有什么好处。所以他常常就是在讲这些话，所以别人听到他，像我们的文德坛主啊，他为什么上次度了10几个人啊，在那个在下营工作的那个10几个那个工人，把那个老板跟他们的一整个团队都带来求道，因为我们可以在文德坛主的身上看到他的热情，然后他对道的一个坚定。那所以当他去跟人家分享，邀约人家来求道的时候的那种魄力，跟他的那个就除了热情跟魄力以外，他告诉你求道有什么好处哦，来到佛堂，还可以让还没有求道的人愿意跟着他来，本来就不认识的人呢，竟然文德坛主很厉害哦，他可以把这10几个整批团队都带到佛堂来求道，那就是文德坛主身上一定有我们这样要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所以我们要去看我们各位前贤的每一个人身上的一个长处，他的优点。像我们也要学我们的丽华组长，哦，他对那个在办道，在那个每次这个我们的办道啊，或者是每次在渡人的时候的热情，然后呢，丽华组长呢每次都是这一个团队，后续有发现每次丽华组长的团队都是人最多的，为什么？因为丽华组长呢，他把道呢显现在日常生活中，在让他的妹妹立信呢有发现到我姐姐的改变，我姐姐对道的一个热忱，那看到他对这个道非常的，在他身上有这个修道人的风范，所以愿意跟着我们丽华组长来到佛塔，然后甚至呢，立信前贤也度了很多人来求道，所以我们其实，在我们佛堂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前贤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只要呢，在我们的道亲当中，我们的前贤里面，我们向他们学习如何度人，那如何的去跟人家聊天。像后学就觉得后学好像还不太会聊天，这后学一直在这方面会去学习。看看我们的那个吴姐处长啊，他怎么样去跟信道亲聊天啊？那我们的那个文德坛主啊，怎么样去这么幽默的去跟人家聊天啊？像我们靳副组长，他的后学也觉得他的 EQ 很好，后学也在跟他学习因为后学也觉得说自己在说话这一方面他很慢。比较没有，就是因为后学在道中的时间也没有很长，但是后学就发现说，我们的道场里面很多，包括我们点传师，我们那个富前人的道学，我们各位前贤的，就是对道的一个坚定，这都是后学要学习的，所以后学非常的感恩，今天可以求得这个大道，然后甚至呢，可以在佛堂里面学修讲办行，跟着这么多的前贤一起修办道，后学觉得非常的荣幸，而且也觉得说各位前贤是后学的模范，后学都会在很多前贤的身上去找到值得后学学习的点，后学都觉得说每一个前贤他的身上都有一个，就是说让我们可以去学习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说不能说是影子应该是说他们的行为举止言行都非常的让人推崇，所以后学一直在学习
那所以后学呢，今天可能有一些佛规礼节没有讲得非常的详细，因为后学还在学习当中。那后学对这些呢，就是慢慢的自己在慢慢的把它放在，就是说自己的要把它内化成自己真的有办法说出来的东西，还没有那么快。所以后学还在学习，也请各位点传师呢，各位领任、各位组长、各位前贤呢，可以多多跟后学分享。那后学呢，今天呢，课程内容就讲到这边。那最后呢，跟各位前贤分享一首道歌，就是15条佛规的道歌。等一下哦，后学找一下。